台南市消防救护车因为配备了12道层心电图，伫去年总共救回42条宝贵的生命，成功守护了42个幸福家庭。为了感谢消防人员当时的救命之恩，曾经因为急性心肌梗塞，差一点就失去性命，后来被成功救回单身甲汪小妹，特别向消防人员讲出因的感谢。而且那一个人员也有紧急的时候帮我急救。造就让我现在还能活在这个世上，还要感谢这些财团，还有这些公司赞助这些设备，在紧急时刻在救护车上面能抢救到我，非常感谢他们。保系分队的那个救护队，他能及时赶到现场，为我们那个妹妹已经做那个 AED 的电击一次就恢复了心跳。然后就紧急马上送到那个台南市立医院做那个急救。台南市消防局61台救护车全部拢有配备12道层心电图系统，是6岛内底建置相关设备排头前的。12岛层心电图的装设，台南市在6都里面是排前面，还有其他好几个都还没有全面建制。那台南市的救护车的12岛层心电图心电图仪。它的覆盖率是100%，所有的救护车上都可以支援。这个不是因为台南市特别有钱，是因为的确有这个需要。我们今天特别邀集许多社会善心的人，他们出钱出力，帮忙台南市把12岛层监测心电图建制完成。心脏疾病这10档来是个人10大死因第2名，其中急性心肌梗塞就是上紧急的疾病。而目前上普遍的治疗方式就是进行心导管治疗，为病患到病院一直到拍通血管为止。建议应该在90分钟以内完成，会当有效改善心脏血流，降低死亡率。而借由到院前12道层心电图，会当有效缩短这黄金90分钟的救命时间，让病人提早得到正确治疗，挽救生命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但是什么时候？